你哋有冇發現，有啲人總係好受歡迎，大家都好鍾意同佢哋傾偈，甚至主動靠近佢哋。到底佢哋有啲乜嘢特別之處呢？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人性的弱點》呢本書裏邊嘅一個重要法則，去了解一下呢啲人到底做咗啲乜嘢。有一個事實，好多人都唔知道，大多數人最鍾意聽嘅話題唔係電影，唔係時事，其實係佢哋自己。卡內基喺《人性的弱點》呢本書裏邊寫到，對他人表現出真誠的興趣，呢個法則唔只可以讓你更受歡迎，仲可以讓你嘅人際關係大大提升。我曾經喺一個聚會裏邊觀察到兩種人。第一種人呢，佢對住大家不停咁樣講自己嘅事，講自己嘅工作經歷，講自己最近食咗啲咩好嘢。好快，大家聽住就開始分心，甚至有啲人已經偷偷滑手機。佢哋呢啲行動表明咗，佢哋對佢講嘅內容開始冇興趣啦。而另一種人呢，佢哋就完全相反，佢會反而一直喺度了解對方嘅經歷。佢會問對方：你係點樣開始你呢份工作㗎？你平時鍾意做啲咩呢？而喺呢個過程中，佢哋表現出好專心同埋好誠懇咁樣聽對方講嘢。結果大家都覺得同佢傾偈好舒服。最後，好多人自然就圍住佢啦。呢啲就係真誠的興趣嘅力量。卡內基喺《人性的弱點》裏邊提醒我哋，如果你希望別人鍾意你，就要真心咁樣關心佢哋嘅生活、想法同埋感受，唔係假裝，而係用心咁樣去聆聽。並且記住佢哋分享嘅每一個細節。如果下次再見到佢哋嘅時候，你哋可以話：上次你提到你囡囡好鍾意畫畫，佢最近有冇啲新作品呢？咁樣嘅關心會讓對方覺得你好在乎佢。下面有4個實用嘅技巧總結。第一個，多啲問開放式嘅問題，唔好只係問你鍾唔鍾意，而係問你點解會鍾意嘅。第二，專心聆聽，唔好急住打斷對方或者分享自己嘅故事，先俾對方完整咁樣表達。第三，重複或者總結對方嘅說話。例如，所以你就係話呢份工作讓你好有成就感。第四，記住細節，下次再見到嘅時候，你可以提返之前佢分享過嘅事，咁樣會令佢覺得你好用心。所以下次你同其他人傾偈嘅時候，嘗試少講自己嘅事，多啲聽對方嘅事。咁樣你就會發現，你嘅人際關係慢慢會變得好輕鬆㗎喇。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帶畀正喺度準備識新朋友嘅你一啲啟發同埋支持。識朋友係一段美好嘅旅程，希望你能夠喺呢個過程裏邊收穫到真誠同埋快樂。我係小喬，我哋下次再見啦。